来关心国防部公布有17架中国军机、8架军舰来扰乱咱台湾。国防部嘛有告讲，中国伫今仔日因会执行载火箭发射任务，若飞行的路线按算会经过咱台湾的防空识别区。另外，海巡嘛有发现有4架中国海警船走入来咱金门的限制水域，咱有随出动3架巡航艇去监控，嘛甲因赶走。 中国海警14603，这是金门海巡队。各中国海警船侵扰金门禁限制水域，25透早5点外，4架中国海警船以2组编队，分别按金门北行东方、复兴区南方海域进入，放射因上近离海岸约5海里，是历来上近的一届。海巡3架巡航艇即时去驱离，船程大概2点外钟。旁边有一台我方的海巡艇在监控，今天非常早，早上6点就进来。 民众透早伫金湖镇成功海边，嘛翕到海巡船艇监控海警船的状况。广播公布讲，历时规工侦察17架次的中机、8架次的中南辽台，搁再度有告中国伫2日要执行运载火箭发射任务，飞行路线有加经过台湾的 ADIC 对中国的武力。赖总统对美国国会访问团讲，台湾的负责人员来处理两岸的关系，而且会维持台海甲印太区域的现状。面对威权主义扩张，我们深知强化台湾的安全就是强化区域的安全。台湾会持续负责任地处理两岸关系，也希望国际社会不应允许中国任意划设红线。 Support you in your effort with as you take on a more aggressive China. I might add, I don't think China is just aggressive in this region; it's globally. 民间智库台北政经行业基金会和平安全中心发布2024国防评估报告，指出讲国军当前3大新趋势是：组织变大、兵野增加、预算变多，尤其是今年开始执行的1年期2不1，会增加人数甲作业维持费，影响到军事投资。人力资源跟财力资源的冲击嘛，一年是，我们希望给政府一些建议。7月22日要起过的汉光演习，强调瓦军实践法，重点之是严正去中心化指挥管制，落实作战的规则。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认为，拢是好的方向。也若经过26年，现任参谋总长梅家书会去立法院报告汉光规划，搁备询。李喜明讲，无认同，忧心会影响到部队的运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